大家好，为什么大家想要看到离屋痛扁火蛇是怎样？呃，大家好啊，我们请今天的来宾先自我介绍吧。嗨，大家好啊！初见安安，初见吗？今天要看台语公益词库。耶、请问你跟台语熟吗？这个沉默是怎么回事？不太熟，大概3分吧，3到5。哦，那很好哎，我跟那个公益也大概3分熟，那很好，那很好。耶、耶，我们怎么那么尴尬？好，那个，对，没错，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一个新网站，就是那个台语公益词库。我这个旗战共赏系列做一阵子，这是第一次有来宾呢。真假的？哇，真的啊，我真荣幸。谢谢，没有，是我的荣幸，是我的荣幸。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你。行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哇，谢谢。好烦哦。好啦，我们还是来认真看看该看的东西。好。但是在我们来看这个酷网站之前呢，大家可以先看我的那个置顶的那叫什么呢？置顶的讯息，就是有一个新的展览，好像也不是真的很新，反正就是有一个展览。完蛋了，会不会讲话？有一个展览叫做，等一下，我怎么自己打不开啊？怎么会这样？叫做什么？叫做台语公益词库主题展。耶，答对了。哇，今天是换你当考男吗？有，我觉得可以耶。好，对，那这个展览其实就是大家可以去看到台语跟公益之间有什么样的交集，然后就是可以学到一些公益相关的台语，然后还有蛮多书可以去参考的。那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其实我没去过啦。离屋你有去过吗？没有啊，其实我也没有去过。对，我们没有去过，但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好观众我的猫猫最可爱的有提供我们一些参考资料。他刚刚呢在我们开播前给了我们一些那个展览里面的拍到的照片，那就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让大家稍微看一下，就是这个展览大概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还让我蛮想去的。然后这个展览会展到8月31号，所以如果大家8月不知道干嘛的话，对，过几天就8月咯。8月不知道干嘛的话可以去哦。耶，李武，你下次去南投是什么时候啊？是吧？有时候我想去，我就会。哦，所以是看你的心情决定。对，没错。啊，好，就是他等一下如果心情不好，可能就会挂我电话。不好，跑去内地。什么？谁跑去内地？什么？哦，你说南投哦？啊，内地就是南投，讲什么呢？啊，原来猫猫可爱是来自内地的朋友啊。是喜欢去内地了。真的哦，我好像没什么去过内地耶。推荐在地。好，谢谢。充满房子吗？我说交通蛮方便。因为我们今天可能不知道是下雨的关系，还是我耳朵真的终于快坏了。总之，我蛮听不清楚今天李虎讲什么的，所以如果听错，那就可以剪成剪辑片段，让我剪秀词哦。好，又蹭到了。OK，太好了。
你有去过南投？没什么去过好像去过1次2次左右，但都是没有很认真规划，就是去一下吃个东西这样子。哦，就不是专程想要去玩这样。对对对，毫无文艺气息，完全没有任何文艺行程。那非常推荐可以去南投的，就是草屯，就是草屯，它其实都有客运，对，所以从哪里去都蛮方便。所以你平常去南投就是去用客运去到你想去的地方。对，基本就是但是有时候搭有点久会蛮痛苦。确实搭太久的车是真的是蛮累的。对，好，希望大家可以赞助里屋买一台直升机，就没有这个问题咯。对啊，我有公主病。你有公主病哦？有哦。真的哦，所以你都希望大家怎么把你当公主对待嘞？希望大家可以煮饭，帮我挑鱼吃啊，然后嘞，帮你剥虾子。没错。谢谢。还有赞助我买直升，开直升机募资条。早一天再来。好不错好，那我们还是先来看展览吧。好，开始。云端看展启动。哇，直接把我们脸切掉，没关系啦。对，就是好像他还展了蛮多的书籍的，就是包含有一些是跟公益有关的，以及跟台语文有关的都有。那就这张图片上可以看到的，可能比较多是跟台湾的文化或者是跟公益本身比较相关的藏书。然后猫猫卡爱提供的那个照片里面有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也就是你应该看得到画面对不对？我应该要分享给你。就是这个地方我觉得蛮特别的是，它是把一些公益的师傅他们就是亲口讲的话，把它他有用台文把它写出来。然后大家如果就是有把画面放大的话，下面那个 QR code 是可以扫的。扫进去之后，你会得到一个音档，然后那个音档是这位师傅，这位应该是作品的作者，他就是自己讲出来的，用台语讲的一段话。对，我觉得还蛮有温度的。对，很棒哎！其实公益中心就是它的展区蛮多都会放这种，就是类似这些语录。就是会放很多，对，放很多以前在台湾的公益的创作家，不然就或是推广者，他们讲这些话都会做成一个牌挂起来。然后，其实之前去参加公益中心的活动，他们就连主持就是公益中心，就是其他老，他们在活动开始前会讲。就是用台做解，大家好。哇，我听不到你的声音了。你刚刚是说他们会？真假的？现在变清楚了。你是说他们会先用台语做介绍吗？对，没错，就是他们一开始在活动都会用台语做介绍。好，从那之后的都没听到。好，没关系，我刚刚讲差不多这些东西。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网路好像很落赛，对，这个就是可能没办法。好，没关系，等一下如果我觉得真的听不懂的话，我就只好再请里屋再讲一次，讲到他受不了为止，好不好？好。好，也很好说服
耶，耶，我会觉得应该是下雨的关系。所以你是说，就是包含这个公益中心的其他展览，也都会有类似这样子的语录哦？对对对，就是会挂在堂，然后通常也都会写，有些会写这种台文。哦，所以平常展览就也会有台文出现，好酷哦！就是看有时候会有啦，有些也会有，哦，就不是全部。原来，哇，那有感觉到时代在进步哎，因为毕竟台语其实也是国家语言，所以就会觉得好像偶尔也应该要让它出现在正式场合，不然还蛮那个语言的那个权力关系还蛮不均等的。对啊，那我很好奇，因为我发现里乌就是最近好像比较有在接触台文，那你看得懂台文吗？我觉得稍微看得懂，有些比较少见的就会看不太懂。哦，所以其实也是多看就会熟。当然还是要到一些专业性的网站上面查资料会比较好。哦，太好了，今天刚好要介绍一个台语公益词库，谢谢。应该是蛮帮得上忙的。耶！这位老师他这一趴他说，我做的是玻璃，阮业者叫做暗靠，你有听过暗靠吗？没有我觉得很特别。可能不知道是哪2个汉字，所以就只有写罗马字。你有玩过玻璃吗？你说什么意思？玩玻璃？就是烧，不是把玻璃杯拿来摔。哦，有啊，有，玻璃有做过。好酷哦！那你会烫到吗？不会，因为那个烫到就没，我说人就没了。真的哦。对，哇，那个温度就是类似岩浆那种，确实烫到会死掉，长得很像岩浆哎。对，错。哇，我记得那个电影《咒》里面好像有一幕很经典嘛。是怎么了？好像就是被那个不明的看不见的东西影响，然后就有一个阿伯就烧玻璃的时候，好像就把那个玻璃就当成麦芽糖，就把它吃下去，看起来超痛，好烫哦！应该是只能吃一次。对啊，人一生中可以吃一次玻璃糕。玻璃糕，谢谢。吃一次就没了。好的。那另一种玩玻璃会吗？摔玻璃杯之类的？那个看要怎么摔，有时候摔在头上也会。哦，真的哦。命。你是要逞凶斗狠的时候，拿一个酒瓶砸在自己头上这样子？对啊。你知道真的有冷玻璃这个东西吗？就是玻璃工艺，它有分热玻璃还有冷玻璃。冷玻璃是什么意思？融化的温度比较低吗？就是冷玻璃的话，它其实是向前，就是类似看到有些教堂不是都会有那种花窗嘛，那些就是玻璃向前。哦，对，就是有分这两。所以它的差别是有没有用到加热的这叫什么？所以冷玻璃是做的时候不用加热。对，就是完全不用加热，只是把玻璃片裁切成你要的形状，然后把它们全部向前拼在一起，然后就是那旁边会包铜还是锡的箔。就类似金箔那种东西，把它焊接在一起。哦，好酷哦！这个你有做过？这个有，但是感觉比较少人知道
冷玻璃。哦，对，像我本来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能我只想到我自己。可能你想吃玻璃糕哦？应该是没有哦。好，所以是念相签，不是念相签哦。镶嵌，我刚刚讲相签吗？对啊，我以为是我都念错。没有，都是我念错，毕竟我是个文盲嘛。啊，你是文盲吗？对，我是文盲。你怎么会突然揭露这件事呢？那你平常在推特发文是怎么发的就是请ChatGPT 打字啊。所以你回我留言也是请 ChatGPT 念出来哦。对，因为我是文。哇，那真是辛苦你了。客气。谢谢。谢谢。好，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师傅、第二个老师的作品。念出来。好，我念一下好了。还好我不是文盲，我会念。谢谢。谢谢。这个作品这单因果，伊的技法真简单，只有用金起仔的方式，把彩色的宝石为中慢慢啊射出来。我要讲的代志就是，做人爱谦虚，爱知影反省。我其实没有听过金起仔呢，我也没有听过哎。然后就是那个，我想说，今天这个网站叫做台语公益词库，所以我就去这个网站查了一下，结果查不到。你嘞？哇你嘞！可是这个展好像跟这个网站是有关联的耶。然后结果没。对，然后结果没有。没关系，我们可以去跟他们说。对，因为他有整理，我记得他有写说他是有整理大概1200个词，但我想可能不同的就是不同的类别都会有一些更细，然后更就真的是专业才会知道的词，所以可能有一些就是真的没有收录到，也许也是没办法。对呀，那可能他就是要有多一点预算才有办法再去扩充，然后做多一点吧，我也不确定。好，那总之呢，我们就稍微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还是蛮推荐就是自己去走一趟的。那我们就稍微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展大概有写什么样的内容。那他这个各位就是师傅的这个语录还真的是蛮多的，然后他有就做成很多不同的板子，然后挂起来，所以感觉可以逛很久诶。尤其是大家如果有喜欢读台文，或是喜欢听就是师傅自己本身的录音的话，好像可以去那边慢慢逛，应该就我看了都蛮想去逛的，应该会蛮有趣的。好，然后看起来书非常的多，然后应该在那边如果想要在那边读书，感觉也是可以消耗很多时间。然后那里面图书馆其实有3层楼，就是一楼会办这个展，2、3楼主要都是偏台湾工艺或者是美术的书，推荐大家也可以去图书馆待着。你有从那边外借书吗？没有但是外县市的人好像也都是可以。外县市的人也是可以外借的。不，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怎么会这样？对，没错，听得到吗？听得到了。有诅咒！完蛋了，我们做错了什么？完蛋了，我做人不谦虚，受到诅咒。哈，你今天有不谦虚吗？
我还没有，等下来不谦虚一下。先诅咒，等一下再补做坏事。对对，没错。好，然后猫猫卡爱有补充啊，外线是可以外借，然后还书可以用寄的，哦，很方便哎。那还不寄完全部的书？那如果有想要离家出走，但是只去一次的话，就可以借回来，再用寄的，就不会有逾期的问题了。对啊，好方便哦。对呀，还不错，或是可以常常去南投，也是一个选择哦。对，为了借书去，其实好像还不错哎，就是对啊，如果是固定去走走，然后多了解一下台湾的传统工艺的话，好像还感觉有一个定期跟南投约会的感觉，好浪漫啊！太浪漫了，最喜欢南投了，最喜欢南投了。好，希望有机会可以多去内地。哇，谢谢热情的内地人！哇，救命！好的，好的。好，哇，我发现这边的有这个书是跟我们的怎么说呢？就包含那个大家可能知道黄土水是我们算是蛮有名的台湾史上重要的艺术家。然后右边这本书我就没看过，但是看起来是在讲原住民族的，也算是传统工艺的故事。但是看起来很像是绘本的形式，感觉也是可以给小朋友去认识这些台湾本土的东西，好像不错耶。对啊，就是做成绘本，让小朋友可以好懂。然后，如果是大人又不太喜欢读书的话，我觉得看这个也蛮好的，就是有趣的形式。我蛮不爱看书的。对啊，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看没办法一下就看专业的书，会蛮累的。的确。如果是以一个比较让人初步认识的角度来说的话，感觉绘本真的是个不错的形式耶。对呀，推荐。好耶，希望有机会可以去找这些绘本来看。耶！那除了绘本之外，有一些比较像是给大人读的书。对，看起来字很多。哇，其实你先说。好，其实这图书馆就是它里面还有很多英文还有日文的当期的期刊哦，就是杂志，然后书也都有，所以如果是外国游客的话，也都是可以去借那些书来看。对，好赞哦！所以你有借过他的国际的期刊来看吗？这有看，但是这种杂志型的好像是不能外哦，就是可以当场看，但不能借回，也不能私下来带走。对，也不能零元购，不可以哦。可能过那个门会哔哔叫吧。对，要消磁。好的。哦，所以你会读日文呐？就是瞎看。瞎看。好。哇，我发现猫猫卡爱有带我们的饭友去拍照哎。真的要痛哭流涕了。对啊，四舍五入就是带我们出去玩呢。太好了，以后不用出去玩。太好了，以后不用自己吃饭了，靠饭友就可以了。对，谢谢。我要做仙了。你要做仙哦，好赞哦！好，太好了。对，我发现猫猫卡爱很用心，把我们分配到我们的位置。你看起来跟陶艺比较有关系。真的很细节，然后你是乡土口味。没错，他可能想把我的脚折下来吃了，想知道是什么口味。有可能乡土味。
这算不算一种电子香火？我觉得算呢。真的哎。对呀，这个我们的饭友都算是我们的分灵体。对。对，哇，猫猫延续优良传统，一样把我们放到我们的位置。真的是太用心了，太小细节了。对呀。赞。好像最近我觉得最近都好像一直都有蛮多就是台文的，也是绘本，然后看起来比较可能像童书的感觉，真的是可以从小就洗脑我们的不是洗脑，就是让我们的小朋友多接触台文，他可能就不会觉得很陌生，感觉真的还不错。对啊，而且没想到就是已经有开始出蛮多这种绘本了。哦，赞。你有拿来翻过吗？有。哦，真的哦。这应该是新的展出的。哦，可能是新的书嘛。应该吧。我现在也没有很常在看绘本，所以我也没有打开来看过。但我有，你先。哦，我觉得如果是大人的话，就是像我可能没有这种台语文的基础，然后选绘本来看蛮不错的，因为就是他讲话会比较简单口语化，对，比较算蛮好入就是开始接触入门就对了。对对。对啊，而且绘本的话，应该字的比例本来就是比较少，因为像台文的书也是有一些小说类的，但是那个字就真的很多，所以一入门就看可能真的会比较吃力，所以的确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是真的可以从绘本先开始。对，推荐。对，我们每个人都还是小朋友 ，OK 的。只是有些小朋友要赚钱养主播比较辛苦。对，谢谢这些小童工。谢谢你们。天哪，我们好，真开始做坏事了。对，天哪。总之看起来台语相关的书也不少，就真的是台语相关跟公益相关的，不管是对哪一个比较有兴趣，应该是都可以找到一些书来看的。这个空间看起来很舒服哎。对，这个空间它算是就是一直好像就是这样，它里面的话都是用台湾的竹子去做的。对，好酷哦。然后它其实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台子，就是会介绍台湾的各种竹材，因为其实在台湾算是竹子非常丰富，就竹子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对，所以就是有专门介绍关于台湾竹，还有这里用的竹管啊，一些这些草席之类的，都是用台湾的纤维去做。哦，下面那个是草席啊。对，类似榻榻米那种东西。哦，我可以问一个很低阶的问题吗？说不定我也不知道。真的，我只是想问草席跟榻榻米差在哪？差不多吧。差不多吗？好，太好了。对，我以为要被痛扁了。会不会？好吧，不是，好的，太好了。好的。好，哇，我对这面墙好像蛮有印象的，可能因为上面有看起来很危险的工具吧。看起来真的是蛮危险的。对呀，但是有带我们去拍照，太好了。这边的工具你有用过的吗？这边的话有用过那个夹啊？对，夹子吗？就是玻璃的。我看一下还要怎么念。好，来看你的台语能力怎么样了。好，你要来考考我。
没错。我来看一下。B 加啊，哦，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是在想，B 如果直接念是 B， 然后如果后面有接其他字，可能会变成 B 加吧。哦，B 加啊，嗯， OK， 对，好，希望你不要拔我的脚。哇，好恐怖哦！有人说让你选一个工具来拔脚，那你觉得这面墙上哪一个工具最适合拔脚啊？哇，这么多好的可以选，这么多好的是怎样啊？我选最下面，最下面的哦，有点看不到，可以念10亿的这个吗？对对，崩啊，哦，本啊，应该是崩啊，就是这个看起来，啊，你有用过这个吗？这个没有，哦，你没有做过石头啊？我没有做过石头，哦，那你会想做做看吗？你说从沙子开始一直加压吗？应该不是，应该是做10亿啦，不是做石头啦。我想说那个可能要花几万，哦，真的哦，那个压力要很大，对不对？应该是我们把那个当 VTuber 的压力转嫁给他，可能就可以了。哦，对啊，应该会加快嘛，叫这些沙子去当 VTuber，可以可以，好棒哦！这些东西都蛮专业的。哦，所以有一些可能你也不一定，有你没看过的吗？有正中间这个没有过，正中间，你说看山茶啊？对，看啊，嗯，没有过，我完全不知道这是做什么的。哦，不过其实这面墙上大部分的东西我也都没看过，就是了。看展，你说看展怎么样？我说可以去看这个展，就可以认识各种凶器，不是认识各种工具耶。对啊，免得哪天就是怎么太讨厌的人就是比较多选择。大家小心了，会被做成工艺品哦。你觉得有点恐怖？哇，这本书看起来很好看呢，因为我真的，你有看过这个？我没有看过，但是它看起来就是很好看。你说的好看是哪个层面上？就是不是外观好看，我是指内容看起来就蛮不错的。对啊，我觉得很多人如果想要学台语，或是有在讲台语，可能都会对这种俗谚的，尤其是很多是有押韵的，可能就会觉得很有感觉吧，它很有一个台语的风味。对啊，所以这本叫《台语的乡土口味》，感觉真的蛮赞的，我很想拿来看一看，我需要多学一点。真的，我想去借了。好，太好了。不过我觉得它这个字其实也蛮好看的耶。对，它的字体跟排版都蛮好看。对啊，很有那个很有文青气息。对，而且下面还有写它的注释。对呀，而且还有那个也有标台罗，所以就是如果大家会读台罗的话，就是都可以知道怎么念，真的是蛮方便的。太好了，太好了。好，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先讲一下有这个展览，那还
看起来真的是蛮让我很想去的，所以大家如果看了也有同样的感觉的话，8月就可以赶快去哦。对，直到8月底哦。没错，跟那个一样哎，跟我历期的那个期限一样哎。哇，那大家要赶快做到喽！那大家很忙给大家压力。对啊，大家就会变石头。对。大家一边去看这个展，一边帮我挂台，就会有 ABO 小说可以看了。对啊，太好了，太好了！你也想看吗？对啊，蛮想看的。那你平常有在看吗？没有啊，那真是我的荣幸希望那个算是新手能看的东西。这我就不知道了，我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播好吧，好吧，期待。谢谢。那我们还是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吧。我们来看这个台语公益词库。耶！然后我发现它的标题被我切掉了，等我一下。虽然我本来要讲的是别件事，我发现它，好，我先给大家看标题，好笑哦。没有啦，我发现它有分不同的类别耶，就是我会不会打到啦？哦，那我们调整一下，没关系啦。我觉得礼物应该比网站好看，我们可以多看一点礼物，大家应该不会介意。谢谢，谢谢。我好像也可以姿态放低一点。对啊，太谦虚了。对啊，我们姿态还是低一点，免得让人家不想学。对，对不起，好，我们还是来看网站。又在乱讲话，不能话了。好，我发现它包含公益类别跟那个词的另外类别，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啊，我就照着他说子类别好了。它分的还蛮细的耶。对啊，其实我有先稍微看过，然后觉得它这样的分类蛮好的。真的你有什么特别感觉到很实用的例子吗？就是因为其实像很多台湾的老工艺家，就是已经过世的，或者是比较年长工艺家，然后他们会出作品集或者是类似纪录片访谈，然后基本上也都是讲台语，然后因为真的是很多专业的词汇，所以像之前用听那些访谈，但是可能如果还是稍微不清楚的话，用这个找就是蛮方便的。哦，原来如此。哇，哦，所以是看纪录片的时候听到没听过的词，可以来这边查字典就对了。对，错，有道理耶。哇，你的主要战场是陶艺吗？陶艺还有木工，还有木。那我们来看玻璃吧。好。我先说，这边的我全都不会哦。好，OK， 那我们来看玻璃吧。我觉得我的脚危险了。好，如果你毫无头绪，然后就是比如说你可能不会台文，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词的话，那就可以直接选好类别之后，比如说全选，然后玻璃相关的，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词了。对，很方便。然后比如说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什么是什么的话，我也可以直接点这个，它就会有详细的说明跟图片哦。哇，太棒了！真是太棒了！但我还是
哦，真的吗？你说你现在才知道它可以点开吗？不知道那个灯。对啊，我就在想说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差别，然后我发现好像没有差别，什么意思？就是好，灯泡打开跟那个相片打开一样的，还不错哎，那有2个按钮可以按。哇，很有趣哦，增添趣味性。对呀、然后因为可能也不是大家都，就比如说汉字，我就一定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念，但我看得懂台罗，我知道它是墙啊，但可能不是每个人都看得懂，所以它这边有这个播放语音可以直接播放，哎，真的是蛮方便的。放对呀、放强啊！哎，这样我的观众们应该就有听到了，但我不知道 DC 那边你听不听得到，可能没有。就如同我听不到你说话一样。对，谢谢这只是你的。刚好而已，我以为你在示范呢。没有。哦，好，对，而且它这个语音都是真人录音的，就是因为有时候 AI 的产生的声音可能不那么正确，或是会听起来怪怪的，那就没有这个问题，它都是真人念的，感觉还真的是蛮搞纲的。这很用心，就是没有用 AI 讲话。对呀、可能也是因为台语 AI 还没有成熟到听起来那么像真人，对，也有可能。我发现呢，因为我也不懂玻璃，所以没什么好聊的。我们还是乖乖看陶艺好了，或是木工嘛。好，都可以。好，我对你的印象可能还是跟陶艺很有连结。我们来看一下陶艺好了。好，我迟早会卷款陶艺的。太好了，好了，那要先有款呢。对啊，所以就请大家赶快捐款。你是说那个直升机的募资吗？对，我募到了就陶艺。太好了，你就有陶艺工具了。棒，不是这种陶艺工具啦，我们先来看别种。好酷哦！什么是鱼仔盘啊？你有听鱼仔过？盘应该就是用来装鱼仔的吧？装鱼仔的吗？看鱼仔底下，你有我听？猜的。哦，有听过，太好了，谢谢你喜欢广众，是广众吧？应该吧？我也不熟。谢谢，果然，果然。有鱼的盘子哎。哇，它这个看起来是装不了鱼的时候可以用哎。对啊，就是哪天穷到饿肚子，用这个也望美止渴。看着鱼就可以配饭了，是不是？对对对，真的假的？你有这样子过哦？有啊，我做那些盘子，有时候我会做一些那种面包形状的盘子，就会在这个面包盘上面放一些食物，然后就会以为自己在吃面包，好满足哦。这是淀粉减量的时候可以用哦。对啊，对，好可以的赞哦！哦。哇，你学习陶艺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日常问题啊？对啊，就是太贪吃，就只好用棒。哦，那你还有想过要做其他造型的盘子吗？有啊，哦，哇，你又被消音了。哦，没有，我刚刚没有讲话。哦，好，那是好我误会了。 ，OK，我以为你要讲话。我没有，怎么办？哦我们明明联动很多次，但是默契好像蛮好的。真的，我们双胞胎哦，我们双胞胎吗？又在乱讲话啊，你怎么没有脚？啊？对，我是畸形儿。是这样子哦，我以为是有犄角的才是畸形儿。没有。谢谢，但我们可以都是畸形儿。
那比较公平哎。对啊，很公平哎。那我们就都是吧。好啊，希望大家以后遇到觉得别人很奇怪的时候，可以想一想，你可能也很奇怪。对，没错。怎么这么有教育意义啊？太好了，又创造一个语录了。哇，我们刚刚知道那个鱼仔盘就是上面画一个鱼，让你没有鱼的时候可以看。那黑仔盘看来也是黑啊哦。太好了，也是画一只黑啊。哇，这个我现在还知道虾子的寓意是弯弯顺。弯弯顺，弯弯顺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听过哎。我也是感觉这有点太硬凹喽。哦，真的吗？它被凹成弯弯的。对对，凹成弯弯的。不过我真的有一点疑惑他说虾子音同台语的蟹是没错啦，的虾的虾没错啦，是有那么点像。说音同我就不同意了，没有完全一样，但是蛮接近的。对，应该算比较接近，这个有点太想象力太丰富了。对，我有点不确定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因为这样因为他也没有附连结或出处，所以我不确定这个，我也不确定它是不是错的，但是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对的。决定。如果大家有确定它不对的话，应该可以按刊物哦。对，如果你对虾子有知识的话，很了解虾子的话，可以帮忙。对，谢谢各位虾博士。谢谢。不过我家确实有这种盘子上面画一只虾子。哇，那你饿的时候会看着盘子吃饭吗？不会，因为那个盘子是我妈专用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从小就有这个习俗。好酷哦！对啊，她不喜欢别人用她的专属盘子。说不定他会对这题有答案哦。那我晚一点问他好了。好，太好了，太好了。好，感觉很多是做出来的东西耶，就是盘子跟花盆吗？花盆啊，真的是花盆哇！这个花盆好酷哦。对啊，很像发霉吧？哦，这是特殊技法吗？这话有点像是托釉，就是如果一个陶瓷的，就是它是从土，然后要经过一次低温的烧，那个树才可以再上釉，就是上外面的玻璃这样。然后又是玻璃哦。对对，釉是玻璃，它其实就是玻璃，但是它跟那个玻璃又不太一样。哦，然后这个东西它看起来会像发霉，就是上釉的时候，可能这个素烧胚里面有吸到一点水，导致它的釉没办法吸收均匀，就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脱釉的痕迹。但是也有人把它当做一种美。哦，所以可能是故意的。对对对。原来好酷哦！那它还是对比色哎。对啊，很酷哦。视觉上非常强烈。对。哇，好酷哦！我第一次听到脱釉这个词哎，好想知道台语怎么说。你全选？对啊，因为我也不知道它不会出现在别的类别，先全选好了。有可能。哦不，没有。查无资料。那我们来看釉药有没有好了。哦，真的有哎，好酷哦！哇，这我现在还知道叫了这个。我也是，毕竟我跟陶艺不熟。它叫做蓝汤。蓝汤。蓝汤。没错。
这好像不是上釉的意思灵釉。他说什么？因灵釉于陶胚上的步骤，所以所以除了灵之外，有别种做法吗？有，就是釉要上釉的话，可以用灵的，然后也可以装在喷枪上面用喷的，就是类似喷漆那种概念。然后也可以用浸的，浸的就是用夹子把你的胚体夹起来，然后泡在釉药桶里面，让它完全吸收。对，有很多不一样的方式，然后就是插在你那个釉药想要怎么呈现，因为有些釉药适合厚一点，就是可能要用泡的或是用淋的，但有些适合薄一点就会用喷的。好酷哦！就会有不同的效果。好，所以看起来这个蓝藤是只有用淋的。那你刚刚说到用喷的跟直接泡釉药桶的，它可能就没有收录到我们可能还是不知道怎么说。对，好吧，又可以跟他讲多一些词汇了。好人一生平安，或者又可以多活一天。怎么有人捐钱给我嘞？哇，你也可以逃逸了。哇，我要捐500块捐款潜逃。对，感谢猫猫卡爱投的是不是投，就是赞助的500块。他说谢喜投，应该是谢谢我们喜欢内地吧。谢谢，有空的话我会再去内地玩呢哦。太好了，我发现内地的乡亲都蛮欢迎我们的。真的，我们没有收钱哦，我们是自己想要去内地哦。哇，对啊，去看看内地可能蛮进步的，很有文化气息。真的，我真的要就是那个公益中心啊，它的厕所超厉害的，超干净，有门。对啊，有门，然后又超干净的，我没有在臭了。你说的有门是自动门？不是啊，就是有厕所的门。不是，你说的有门是就是不会被大家看到就对了。对，很进步，而且超级干净，这是认真的哦，这是认真的，我没有在臭人哦。毕竟是很干净的厕所，应该是不会臭人。对对对，真的很干净。太好了。好。哇，猫猫卡爱有赞助你私人直升机费用，你离逃逸成功又进一步嘞。哇，太好了，太好了。等一下再来看。好，突然觉得厕所自动门好像蛮危险的，就是他如果以为我要出去，但还没。对，完全不进步虽然很唐突，可是有一些厕所会有自动冲水。哦，那个很吓人。有时候我只是想要瞧一下，我可能脚麻了，我没有要起来，他就以为我要走了，真的很困扰啊。对啊，对啊，不要 gay 搞好不好？好唐突的分享。你知道马桶也是陶瓷哦？真的耶。对，马桶是工业陶瓷，就是以前台湾在刚发展这种工业的时候，也有介绍到这种工业陶瓷，就是马桶。很烫。哇，它这里面会不会有啊？有可能它毕竟也是一个产品啊，没有。我想这个普通的字典可能就有了，我们看看。好。太好了，大家如果很擅长查台语字典的话，可以2个网站搭配使用哦。哇，马桶普通的字典果然就有了，但我突然发现它在1932的台日大词典的意思不一样，是女生坐浴的桶子。坐浴？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是那种吗？很感觉日式的一个大木桶那样子吗？
奇怪的知识增加了。增加了。不过我很想平常知道，你先说，好你先说。哦，我说我没有在马桶洗过澡。谢谢，好，谢谢。哇，这个字典也有蓝藤真的哎，我的天哪！我的天哪！那好，我觉得这真的可以搭配使用，因为如果你发现这边没有的话，可以来这边查。对啊，这两个搭配起来还蛮好的。对啊，好强哦，好强哦。蓝藤根是什么？上右，然后它英文是说就也是上右嘛，好酷哦。然后右好像是直接念 u 就是 u。就只有一个字。好神奇。好。酷哦。奇怪的知识增加了。那我蛮好奇这个行话是什么意思的？你有没有？等一下，我突然不会用行话，不知道会有一些什么。你有听过挤吞吗？没有我也没有希望他会。好，对哦，图片。对，希望他有详细的。一套。哇，你有用过搅拨吗？没有。这个是干嘛的啊？是瓮吧，腌菜。真的哦。这个几分它是算量词，感觉很像量词哦。那一套的话，平常是怎么？我不知道你是说如果像一套套餐吗？对。我不知道可能我有被华语影响，所以我只会想到吉特，但我不知道对不对。哇，那你下次可以讲几吞，看看有没有人会知道。然后如果是一套衣服的话，好像可以说几梳衫，我只知道这么多了。就不用讲几吞纱。对，还有说可能是搅拨才会用几吞哦。那俄罗斯娃娃应该也是几吞，毕竟也是大中小嘛。就是套在一起嘛。希望俄罗斯人有看这一集，他就可以告诉我们他觉得能不能用几吞了。好，谢谢。好，其他的吧。哇，感觉超多都是完全不懂的东西耶，好酷哦。过温都不知道是什么。交趾陶的文官可能肚子会比较大就对了。比较大的可能都代表吃比较好。那你有温多吗？我有啊，你怎么可以直接问呢？没有啦，可以问啦。感觉这是很富有跟稳重的象征这是平常真的有在喝摩卡的象征。毕竟我摩卡应该是蛮肥的。那太好了，你可以形容自己有温度。对，听起来就变得很那个很有素养对啊，请大家就是聊天室如果有超过95公斤的，都可以讲自己很有温度。是这样子哦。哇，太好了，好有文艺气息哦。对，太好了。耶。有人想要问交趾陶的台语怎么念呢？礼物你会吗？我不会耶。没关系，我也不会。还好我们有台湾公益词库。太棒了，棒了。我们来看看啊，
苗昂啊吗？他说应该是是胶纸桃里面的一东西种嘛。对对对对，哦，原来这个是胶纸桃哦。没有哎、对呀、没有哎。我们来看另一本有没有，好，也是苗昂啊呢。那看来应该就是苗王啊，有可能是因为胶纸桃主要都是在做人物，就是这些哦，所以有别种的，就是胶纸桃有别种的、哦。主要都是在做这种庙的人物为主。哦对，贺宇说嘎鸡靴还是嘎鸡头吗？我在想是不是嘎鸡头，但是好像我不确定又有点不确定。哇，那真的蛮希望这个台湾台语公益词库可以多收录更多词的。太好了，我们可以来增加他们的工作量。太好了，要怎么样才能给他们钱呢、我来看看，怎么样可以给他钱？他说本词库会持续充实更新呢，然后有建议的话可以跟他的典藏组联系。那可能不用给他钱，可能就是叫他做就可以了。哇，谢谢翁先生，谢谢翁太好了吧先生。大家如果知道怎么说的话，可以打爆这支电话，或是寄爆这个信箱哦。对，谢谢。三次方有补充，叫做嘎基亚。哦，谢谢你的台语。太好了。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太久没更新的话，你可以把这个资讯寄到翁先生的信箱。谢谢翁先生，谢谢翁先生，谢谢你，真的，我们永远感谢你。好啦，虽然就是嘻嘻哈哈，但是真的啦，是真的觉得收集这种很有专业性的词汇，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个工作耶。对啊，我觉得你就算用中文，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怎么讲了，更何况台语是一个在流失的语言，所以真的去把它记录起来是非常重要的、非常伟大的工作。真的，而且现在这些工艺师傅就是又基本上很多都过世或是很老，所以要收集到这些词库真的是不太简单。对呀，可能还要跟时间赛跑。对，真的是蛮需要。到底怎样可以给翁先生赞助啊？不知道。对啊，只好用免费的喽。对呀，谢谢翁先生。谢谢。好，那请说。你有比较有兴趣的材质吗？哦，哇，怎么好像在前阵子也被黎屋问过这个问题？真的啊，我有问哦。哦，这个没有跟大家讲过啦，但是之前好像很唐突的跟你说过，我对版画有一点兴趣。哦，对，很久以前。对，还蛮久的，其实蛮久的。对，那时候你就问我想要做哪一种版。对，没错。这里会有吗？这里其他是算其他吗？啊，纸哦，我以为纸是指造纸，不然我们看看它的纸到底有些什么。好。哇，米缸的也有哎。哇，米缸的，这个好细哦。太细节了吧？哇，我以为这个是拿来砍巨人的，还好他有告诉我是美工刀的刀片。哇，太好了，我原本都不知道这样就不会用错了。谢谢翁先生。以后砍巨人我会用对咯。我觉得翁先生现在可能真的在狂打喷嚏耶，怎么办？一直谢谢他。
什么是细工棒啊？看一下。哦，这个不知道哎。哦，它看起来好危险哦。他说用来辅助塑形跟卷曲纸张，把胶水涂到细微的部位。哦，纸雕之类的吗？哦，有可能就是前面点点，或是那个叫什么剪纸，说不定也有可能。很有趣哦。对啊，好像很有趣耶。我们来看还有什么？哇，它的铁笔好多种哦。也太细了吧！伊珠桃的铁笔，有点好大的圆珠哦。这个我有哦，但是呢，它的话其实可以拿来做很多事情，就是像我用到这个圆珠笔的话，我是用来戳眼睛。自己的吗？就是还是？不是我的，就是别人。你说防身武器哦？对，开玩笑的。我是做陶瓷的时候，有时候要做出眼窝。哦，对对对，就会用这个先挖出，先就是钻出一个圆洞，然后再做。好酷哦！嗯。哦，毛毛卡还补充，典藏主翁先生是窗口而已，词库的词汇是社团法人台湾公益联盟总会收集制作。那我们应该不要一直 cue 翁先生，翁先生真是太忙了。好，那谢谢社团法人台湾公益，这个有点太长。哦，好，谢谢。哦，所以这个笔没办法拿来写字哦。没办法，这个看起来没办法。对，就是拿来做细节的东西而已。哦，好酷哦，很像那个新买的原子笔，前面那一颗还没拿掉。真的拿掉就会很疗愈，超疗愈，那瞬间真的超疗愈的。好想把文具店的这些都抠掉。太坏了！天哪，哇！开玩笑。幸好，我这个没有什么公益气息的俗人，跟你还是有一点共通的兴趣，太好了，太好了！我是文盲，能跟你有同兴趣，真是太好了，真是我的荣幸。谢谢。好，我们还有对抓的铁笔啊，插在哪里？哦，压边哦。哦，可以压出比较利落的角落。哦，那你有用这个吗？这个陶艺能用吗？这个没有但是也是可以拿来使用啦。而且纸艺啊，它其实不只有平面的，它还是有立体的纸浆雕塑。对，就是纸浆吗？可以把，对，可以把它废纸那些，然后全部泡水泡个2-3天，然后拿去打成纸浆，它其实就可以来做雕塑了，算是蛮好的一个在家也可以做的东西。因为其实像陶瓷的话，就是不是每个人家里都能做嘛，但是纸浆雕塑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玩。哦，是用果汁机就能打吗？对，用果汁机就可以了。除了会被家人痛揍之外，没有问题。对，都蛮健康的。都蛮健康的，都是纤维。对啊，应该他们也不会发现哦。真的哦，真的。你有造过纸吗？有哇，我记得好像在周边曾经，我是放太大，我记得在周边好像曾经有偷塞一点。对，有偷塞一点手抄纸。很酷耶。那你有做过用纸浆的纸雕吗？有，我前几个礼拜在做，然后我昨天发现我打的那些纸浆全部臭掉，超恶的。哈，为什么会臭掉？因为它就是要加水打嘛，然后我就是把它打完之后，想说先放在一个便当盒里面，就是免得它干掉。结果我真打开啊，超臭。
臭我发现到那种不是臭胖哦，是真的超臭。我发现你蛮会使用各种工具的。那真是臭到我一直干呕，哇，好恐怖哦！就不敢再弄了。原来是这样。如果想在家里做陶艺的话，需要哪些工具啊？需要土，然哦，后手，然后手其实做陶艺它不太需要到很多工具，但是这些工具就是能帮你做出更细致的东西啊。可以看一下这个词典有没有介绍工具哦。好啊，我们来看看。那我们来看陶瓷的工具吧。方便了吧？哇，好多刀哦，烤的。对，很多哦。哦，这个是像削皮机那样，就是削苹果的那样子削吗？对对对，类似，就是像你看，可能你身边的碗，它都下面不是都会有一圈一个圆的底吗？哦，对呀、对，然后那个底它叫做圈足，就是圈圈的圈，足就是足控的足。足然后这个控的足哦。对对对，好然，后圈足就是用这种修胚刀去修出来的。哦，嗯嗯，是要把哪边敲掉啊？就是像拉胚完，它从湿的土上面取下来的话，嗯它下面就是平的。嗯，然后要等它到半干的时候，把这个碗整个倒过来，就是等于说你吃饭的那一面朝下，然后那个平的底就露出来了。接下来就是要用这个修胚刀放在那个拉胚的机台上面，一直转，然后用这个刀去把它的圈足修出来。哦，好酷哦。对对对，哦，你说的那个机台是那个吗？那个很像唱片机的。对，叫做露炉。哦，我一直很想知道那个怎么念呢，原来是露炉哦。嗯，哎，感觉会有哦。感觉要有哎，我们来看看，这要有吧？露炉记得啊，过头了吗？就是那个类别，应该算是设备。诶吗？哎，设备好像算哦，应该是哦，感觉应该是。这是什么啊？掐台应该算是，是这个吗？不是不是不是，不一样这个算是模具了。对对对，哦。哦，它很多页哦。哦，耶，哎，这个吗是什么？不是哎，这个是哎，这是什么脚踢露炉的转盘，哦，这个转。所以它只有转盘啊？哎，是不是过了？过了吗？它还有一页。哦哦，没有哇，它有炼土机耶！哇，啊，怎么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要直接搜寻。诶，它只有脚踢的哦，哦有脚踢的灰呀掐哦。回亚掐哦，这我真的是现在才听过。哦，好像确实就是能转的东西都算掐。哦，那真的都是掐。那你知道可以就是请人一直踩油门，然后你在侧边拉胚吗？你是说，如果你把比如说一台机车，你直接把它躺在地上，然后请人发动它？汽车啊，机车有那个连接的地方。哦哦哦，汽车哦，真的可以哦？你有试过吗？没有，但是蛮想试试看。感觉很浪漫呢。对啊，有人帮忙踩油门，然后我只要拉胚就好。
可是感觉超快的。那个车需要躺下吗？需要，不然就是我要飞起来。你要飞起来。好，对，原来如此，好酷哦！不知道你有用路看过你说，你有看过这种脚踢的吗？没有哎、我连不是脚踢的，好像都没看过。哦，真的。好，对呀、这个脚踢的，它其实在苗栗的公益中心有展览，就是那个竹南蛇窑的最一开始的老师傅，就是那个创作者，有点忘记名字了。就是他主要在以前就是用这种脚踢露炉来作陪，然后这种脚踢露炉可以看到它就是很大一个，然后会有一个人帮忙踢，一个人来拉胚，通常就是助手来踢，然后师傅来。哦，然后我有踢过它，它其实超级累的。踢是怎么踢呀、就是要把脚，就是袜子、鞋子那些都要脱掉，哦，然后把脚踩在现在可以看到它有点弧度的那个地方，就不是最外面哦，是，对对，现在这里这一，对，然后你要一只手要扶着旁边，通常会这个脚踢露炉通常旁边会有一个类似辅助的，类似像捷运把手那种东西，然后对，一只手要拉着它，因为就是才有一个可以施力的点嘛。哇，然后你的右脚就是要放在这个白色地方，然后往后踢大概10下，然后就直接往后踢哦，不用绕圈，一直踢，一直踢，一直踢，然后10下过后就是要让脚在上面绕圈，就是使你的劲。对对对，就是该怎么说，只有单只脚，然后要一直绕圈，一直绕圈，绕圈，然后绕到它有一个速度了，要赶快把脚拿开，然后换这个拉胚的师傅就要赶快接手去拉这些胚。哦，所以就是要趁它还在转的时候。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啊，脚踢露炉，它其实在莺歌的陶博馆，它会好像是周末吧，它会有这个展演，对，会有那个老师傅，他就是会在那里做这个表演给大家看。哦，好酷！还会带一个助手去负责踢，没有，他会自己踢，然后自己拉，好可怜。为什么？超累的。就是他那里踢完，然后赶快坐回马去，然后上开始，对对对对好酷哦！对，这就是脚踢露炉，不需要插电，它就可以使用。但是这样练一练，会不会其中一边的脚特别强壮啊？会，一定会，因为它真的哦这个力气真的是需要蛮大的，就是跟那种健身房的，就是需要去健身房练那个练腿的东西。所以大家如果就是有健身的需求的话，也可以买一个买得到吗？可以买一个脚踢露炉。这其实好像都买不太到，我去问那些师傅啊，他们都说是自己做的。好酷哦！他不只要会做陶，他还会做设备哦，对，真的是超强的。好帅哦！嗯，这是木头做的哦，这个不是，它中间应该是金属或者是木头，中间是啊，但是白色那个不是，白色的话是我听说好像是陶，诶对，好像是。诶，好神奇，对，很神奇。好有趣哦！然后脚就是会沾到一些土，但是还蛮舒服的。哦，真的哦，你觉得踩那个土是蛮舒服的？对啊，就是凉凉的。哦，好像可以想象诶，嗯嗯嗯，可能就跟会手摸到一样凉凉的。对对对。哦，
好酷哦！酷哦。不知道有没有手拉胚这个词？什么？手拉也没有，手的话就太多了。什么是陶球啊？哇，这是石头哎，好酷哦！好酷哦！所以是石头的草稿吗？感觉是哎。我都不知道是这样做的。我也都不。好酷哦！哇，真的。所以这边你比较熟悉的，你有做过漆艺吗？有。哦，漆艺是什么啊？漆艺的话，其实就是用漆树会流出树脂，那个就是可以拿来炼成漆的东西。像芒果，它就是属于漆树科的植物。然后在南投，其实算是台湾种植漆树最多的地方。对，所以又是南投，真的内地啊，太强了，物产丰饶的内地。对啊，大家真的要来内地看一下，什么才叫做物产丰隆？太好了。好，所以那个南投跟台中啊这两个地方，算是漆器最有名、最厉害的地方。所以它跟陶不一样的是，它是从植物取得的材料。对，对，没错。所以漆器的土是一种芒果酱吗？芒果酱，对。对哦，真的。它是树枝哦。它是树脂，就是树留下来的汁液。对，然后其实漆器啊，因为它就是漆，它是一个算是技法跟做一个表面的工艺嘛，所以这个漆它会有一个胎，它有一个胎才可以上这些漆，就是它一定要先有一个形体才可以去表现这些漆嘛，就是会有分陶土做的土的胎，或是油土做的胎，然后还有竹胎，然后还有木胎，就是不同的胎体都可以拿来做漆器。然后比较有名的是木跟竹，对，就是有分这种材质。好酷哦！它是不用再烧的。对，不用。它漆的话，就是它要花的时间很久，因为就是要等它一层干了再上一层，再上这样。所以通常，很适合修身养性。对，真的很适合做，很适合修身养性，蛮推荐的欸。像，你有听过尺八吗？尺八是你想学的乐器吗？对对，尺八，然后还有古琴，基本上都算是做漆器蛮常看到的作品，就是从木头开始做出一个古琴的形态，然后再去做那些漆的表现。好酷哦！很常出现在乐器上面。所以你之后想要学尺八的话，会自己做一支吗？蛮想的哎，感觉超酷、超浪漫的。真的，做完还可以拿来敲头哎。它很大一根。你要敲自己的头，还是敲谁的头？敲自己的啊，就是吹不会的就敲一下。少一分打一下。对，太棒了！原来是亚洲狸猫啊。对啊，对自己严苛。还以为是吹不好就抽一个观众来敲头。这也是不错哎。他们应该会喜欢吧？
应该会哦。哇！如果今天我说我想要学工艺的话，你会推荐我做哪一项呢？推荐的话，我想一下。我可能不适合修身养性。哦，真的哦，你喜欢有规划好的事情，还是比较随机的事情？好赞的问题哦。怎么办？我都蛮喜欢的。给我选一个。我觉得我是唐突系的，应该要选那个随机的。对。那我觉得像陶瓷的话，就陶瓷算蛮适合的，因为像陶瓷的话，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在开窑，就烧完之后开窑，那个惊喜感是蛮大的。哦，对，是因为然后烧之前不确定成品长怎样吗？就是它是可以知道会长怎样，但是比如说烧那种有结晶的东西，你会知道它烧出来就是长那样，但是它结晶的位置就是都会不太一样。哦，懂了。就会有一个感。然后漆器的话就是不推荐，因为漆器要很有耐心。我没办法。我也没办法。那你的糍粑怎么办？感觉做到一半就会不做了。哦，好，那还蛮随机的。对啊，太好了。脚工艺，这算哪一类啊？脚工艺哦，感觉算其他欸。要看一下有道理，有其他欸。好像都只有不知道选其他材料会不会有脚出现？查无资料。好吧，那可能脚工艺有点比较，是不是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在做啊？感觉是欸，因为如果要捡到这种掉的生物自然掉的脚，就是比较困难。但如果你要犀牛角那种，就是要去猎杀，就是又不好，所以感觉这个真的是比较少。好吧，那就没办法了。你的脚通常是多久会脱落？不会脱落。好哦。对，希望大家不要来拔，拜托。好。牛角过去应该蛮常见。牛角是会脱落的吗？对啦，应该等死吧？等死吗？那也没有很多欸。对。但是牛角跟鹿角算是蛮常见到，拿来做成刀柄。对，或者是做成乐器。乐器哦，就是牛的角是可以做成号角吗？对。好酷哦！你有吹过号角哦？没有。你想要变成号角吗？没有，我想吹吹看号角，我没有想变成号角。还以为你想。怎么会有谁会有这种愿望啊？你就可以自己拔下来吹耶。有道理耶，好像蛮酷的。对啊，那我蛮好说服的。好，那我要来问今天最尖锐的问题了。OK， 比我的脚还尖锐哦。好，有多尖锐？你觉得这个网站怎么样啊？你觉得实用吗？我觉得算蛮实用的，就是它这样用这种可以先选一个主要类别，再选一个子类别，就是蛮方便的。对。但是我们刚好像发现有一些没有被收录进去，就是我们刚有疑惑的一些词，
的确，感觉可以再多增加一些。然后还有那个灯泡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差别到底在哪里？对啊，对啊，那个灯泡跟图片是差在哪里呀？可以随便点一个看一下。这个是灯泡，这个是照片，完全不知道它差在哪里。那你知道它还有一个按钮叫做我了解了，那跟叉叉有什么？可能比较有礼貌吧。哦，有可能。叉叉就是讲完了就叫他滚啊，我了解，就是哇，原来是这样。哦，还以为按下去会有什么拍手特效。我刚刚也在想，但好像没有。那这可以跟翁先生说哎。如果是翁先生，我会觉得这好像不重要，很有仪式感。对呀、不过我觉得确实，因为我看它类别至少也有1、2、3、4、5、6、7、8、9，至少也有10个类别。可是如果他说有1200个词的话，每一种也平均只有120个词，还不含其他或是一些共通的。感觉就确实是还需要一些时间收集更多。对啊，OK。如果大家逛这个网站有发现，好像你有兴趣，但是在这里却找不到的话，也可以去刊物那边，就是回报说你知道哪些词，但是这里找不到。哦，原来如此。我不知道按下去会怎样按看看。哇，它有表单呢。哦，还以为它会立刻警铃大响，然后关闭网站。然后就是把我的 IP 传给翁先生，对，他就会在半夜来找我，问我有什么意见。对，不要乱讲，虽然都是我在乱讲。这贡献者他会不会把你的名字写上去啊？可能会把你的名字加一个那个金色的孔金，然后放在那旁边 VIP。哇，那一定要投稿对啊，好赞哦！大家如果知识渊博的，我就还好，但是大家知识渊博的话可以提供对啊。哦，好赞哦，好赞哦！太好了，他还会跟你说明处理情况哇，这个服务好到位哦，很用心很用心太厉害了。谢谢财团法人。好，感觉被收录的话，可以宣传自己的频道。哇，你可以宣传你的频道了耶！什么意思？因为你跟公益本来就关系比较近了。哦，你是说我可以收录在其他那里吗？哦，你说把自己放进去哦？你是在讲什么？就是如果有你知道的，你帮忙刊物之后，他可能就会把你的名字孔金放在旁边，然后就可以你就可以跟大家寄信跟你回报那个更新状况的时候说，那可以放个频道的连结吗？好笑谈哦！好笑谈吗？真的假的？真的，好笑。就是要一直要逼公益中心做更多事，还是就真的放在其他，好像也不错哇，就是搜寻礼物，然后大家就会点进去。为什么？好，那你觉得这个网站好用吗？我觉得，因为我对公益本身还蛮陌生的，我觉得我实际上用起来的感觉很像是滑一滑，然后就看到哇，这是什么？脱胎插起是什么？不知道，看一下，然后就会学到一点新东西。但是如果我在学到新东西的时候，发现有一些词我不会，比如说刚刚发现又要不知道怎么讲，这边又找不到的时候，我就会来找台语找找看。哦，所以我的用法比较像是从这里随机的获得一些我原本不知道的公益知识。哇，有牛角怎么会这样？居然有哦，居然有机器人。
它算在漆器哦。应该算是偏工具。哦，他对把它当工具。嗯，原来如哇，此。收获。好，对，总之对我来说是可以补充一点知识，好像还逛一逛还蛮有趣的。嗯。哦，搜寻牛角有更多词汇啊，真的假的？哇，有哎，超多哎！牛角胶形的钉子，好酷钉子哦！啊，这是什么？好酷哦！哇，也太漂亮了吧！哇，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哎。算是雕刻了。它是把牛角雕成鸟，嗯然后放一个灯，嗯嗯，好酷很棒哦！哎！看这个牛角就可以来思考一下要把你做成什么。谢谢。微观那是吗？哦，灰干啊，干灰干啊。他把它刻成鱼哦。很酷哎，它里面就要掏。而且它这个感觉有点透明哎。对，它是把它刻到很薄吗？没有吧？因为夹剪下来它也会有点半透。哦，是一样的，类似的。对，你有刻过牛角啊？没有哎。那你会想刻看吗？感觉会蛮好玩。那你会想刻宝箱怪角吗？哦，这个会比较想哎。那你想想就好了。没关系，我会努力达成的。可以不要吗？哇，这是什么啊？他把牛角刻成牛形哦。还是做成整个烟具哦。他真的是用牛角当材质哎。对耶，做成烟灰缸。好酷哦！虽然我不抽烟，你都一次抽5根。对啊，我都一次抽5根，而且就是都会抽到肺癌，开玩笑。喂，你开玩笑，我没有抽烟呐，我抽蛋卷而已。哦，很好抽哎。对，好酷哦！对啊，这真的很特别。对啊，我都不知道牛角可以做这么多不同的工艺品。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一个我也不知道哎。挂饼，这么酷吗？哦，做成装饰了，镶嵌装。哦，牛角片哦。这感觉很细耶。类似螺钿那种概念。螺钿是什么？螺钿就是贝壳工艺，就是像贝壳，它不是都有一点反光吗？像你在吃鹅啊壳，那个里面都会有一点反光。然后主要就是把那些贝壳全部剪成小小的碎片，然后拿去镶嵌，就是拼在漆器上，或是做贝壳单纯的镶嵌这样。怎么感觉是什么那种古董家具可能会出现啊？对，以前会蛮常出现的。贵得要命。对的。所以大家如果平常吃那个蛤蟆汤，可以把它留起来做螺钿吗？可以哦，就是不要发臭就好了。原来是这样哦。好螺钿也有收录在词库哦。好酷哦！那真的是也收录了很多哎。对啊，太博学多问了吧？博学多问吗？博学多闻。雷亚片啊！雷亚片，哇，好酷哦，好像麦片。对，像麦片，好像燕麦片或麦片呢。对，就是要把它用成这种小小的。你有做过这个吗？
我有做过但是是贴蛋壳，因为就是上课的话，老师就是不建议一开始就买贝壳，会建议先从贴蛋壳开始练习，就是要把蛋壳用成碎片，然后来贴在漆器上面，就是贴形状这样。哦，对，感觉很困难。对对，它很困难，就是因为蛋壳跟贝壳这种，它就是很小很小，然后你要把它拼出图案，就是要很有耐心。不愧是漆器呀，又是要修身养性了吗？对，怪我做不了。好，我听听就好，这个应该也跟我没什么关系。对，听听就好。我只要不要脚被拿去做类似的就好了。对，好酷哦！我只是突然想到之前好像做梦到要画水墨画的话，因为那个老师会想要你了解那个，因为水墨画很常会画鸟，然后他希望你了解它的骨骼构造，所以会叫你吃鸡翅把它拼起来。哇，那你可以拼出暴龙吗？我不知道那个梦没有很长，所以我没有机会拼暴龙。哦，我刚没有听到是梦，我以为是真的。没有，我不会画画。哦，对呀。那你会吃炸鸡吗？哦，会啊，我 emo 的时候都会吃炸鸡。太好了。然后吃完就会很后悔，因为我又变胖了。没关系，至少没有炸鸡总会。没有炸鸡总会。疯了！天哪，没有想到会在此时此刻来这个真的，希望大家看过希望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哇，没有炸鸡总会。哇，不是变胖，是温度。对，是温度，这是温度。对，以后吃炸鸡就是想温度，不要再想什么变胖了。太好了，炸鸡总会。谢谢。哦，所以你也喜欢吃炸鸡吗？蛮喜欢。真的你都吃美式还是韩式还是台式还是日式还是泰式？有那么多其实也差不多，就是酱料可能不一样吧。我喜欢吃台式就是有一些市场的炸鸡都会很厉害。哦，你是说菜市场，然后可能没有很贵，然后就一根鸡腿，然后就会很强很厉害。超爽的，真的，我还蛮喜欢鸡屁股。真的，而且胡椒盐，台式的胡椒盐就是好香哦。真的，不要再用一些有的没有的。对啊，这算宗教战争吗？谢谢你喜欢炸鸡，太好了，我们又有共同点了。我们果然是双胞胎耶。对啊，我们是双胞胎耶。耶。所以如果我受伤的时候，你也会痛吗？会。真的那我来砸自己的头看看，你等我一下。好，赶快。你会痛吗？其实还好，因为我是拿卫生纸。那真是太可惜了，我没有痛。好吧，那我们可能不是双胞胎。我们是吧？你不会痛，我也不会痛有道理耶。那我喝摩卡你会开心吗？我会很亢奋。太好了。那希望你可以多喝酒，然后卷款潜逃，我应该也会开心。好，那我们就5-5分。太好了，请大家多捐款哦。谢谢。有人炸鸡会沾青酱真的假的？
好怪哦。好怪哦。奇怪，你不是很会做料理吗？你怎么会有这么大胆的搭配啊？你说青酱是那个吗？拉雅的那个也是青色的，但可能是薄荷味的那个青酱。反正都是植物做的。哦，真的哎，对啊，真的哎。所以去捡杂草打成汁也是青酱。哦，你会吃杂草我不会耶，啊？为什么嘞？因为这些杂草很难吃。所以你有吃过？没有啦，开玩笑的，对杂草没有兴趣。好，那就好，不然你中毒，我可能也会中毒。对对对，对对对，有人说炸鸡配任何酱汁都爱，那巧克力酱可以吗？或者是生漆嘞，生漆是什么？生漆就是做漆器的那个树的枝啊，啊，那个可以吃哦。不行。哦，那个吃多了是不是会在自己的内脏上漆呀？真的耶，那你就会变得很坚固哦。哇，这感觉像什么疯狂艺术家会做的，就是说什么我死后请把我剖开，里面会有一个漆器。哇，那我要赶快吞了。不要啦，你中毒我也会中毒哦。对哦，对哦，好，我不吞了。太好了，或是我吞就好了，效果是一样的。对，那我们还是都不要吞吧。太好了，我又多活一天了。谢谢。谢谢。好啦，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也看了一下这个网站，好像可以跟大家说拜拜了。对，耶、你有什么要宣传的吗？最近好像没有哎，哇，我很怠惰。我觉得我也蛮怠惰的。好，好，太好，果然我还是双是胞真的耶，我们是双胞胎。胎。OK， OK，那我虽然我很怠惰，但我还是会逼自己开台，所以我来宣传一下。好，好，大家明天可以看到我玩恐怖游戏哦。啊，哇，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怕连我都不知道，因为我还蛮爱喝手摇杯的。然后前阵子这个 Boba Tea Shop 好像有不是打架，是打折特价，所以我就有买，就来玩吧。一定要看的，大家。对呀、明天8点要看哦。好，太好，太好了，那就跟大家说拜拜喽。你要降落吗？好啊，那我降落去一个我也蛮想看的节目好了。今天梅子熊要找人来聊聊各行各业的职业的一些事情我这个哇失业的人好像蛮想看这个节目的，我们去看看吧。太好了，我这个乞丐也要去了。耶、那就耶拜拜喽，起飞喽，拜拜。耶、